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我呢？你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啊？警察，我们公安局的。他让我看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嗯？知道什么事找你吗？不知道没事了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等一下会知道的了，好吧？我不晓得。走了，带走。知道没？不知道。嗯。到过长沙没有？我去玩过。几个人去的呢？我一个人。去的眺望没有？啊？去的没有？我没有去过啊。没有去过啊。我给你看一些照片，好吧？嗯。拍得你清清楚楚，根据你这个，你所有在长沙外面的轨迹，清清楚楚。最后真的没有。是鬼啊？嗯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去过哪里，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他去。我都觉得很恶心。慢点看啊。慢点看，不急。是你啦？你穿的衣服？没有，那个不是我，那个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啦？真的不是我老板娘都可以证明啊。坐车你为什么到侗族路干什么？我玩不行吗？玩什么了？我就是去那里看了一些石头。跟誰去的了？我一個人啊。那為什麼車上兩個人呢？視頻拍得清清楚楚。你進酒店是兩個人，那是為什麼？你回答我。你不是看我們的嗎？沒有做過。你看我們的嗎？我沒有去過啊。你不說你沒去嗎？那個我說不是我，又怎麼？那是誰啊？我哪裡知道啊？反正那個不是我，我沒有那個衣服。我要在這裡裝傻。摔了就有人，對，像個男人。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，我不是男人。